好，即马即个办事看起来就是南北赢的立委是联手要甲起电钱的方案挡好条。国民党今日早起去讲要修法，要求审议委员会所决定的电钱，就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才会当施行。即马环保团体甲学者是批评讲，政治无应该甲专业市咧拍，认为讲这电钱若无起，就是好康着财团。 维持电价审议独立性，支持合理调整电价。款团一早举行记者会，指出民间已经联署，要求电价审批应该独立伫政治之外。反对在野党提出冻结起价，嘛认为电价审批的结果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是甲电业法收恶。它其实就是在图利财团，而且是大开这个改革的倒车。学者指出，这波起价甲国际能源介绍起有关系，国内电价应该 反映成本，嘛引用国际能源总署数据指出，台湾2022年的电力补贴达到2400亿台票，这种补贴化石燃料的做法，甲国际趋势是颠倒饼，对于用电的大户上有利。用电最多的人，他就会享有越多补贴，要求这个电价动涨来讲话，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其实也是违反一个我们昨天在讲的一个 COP28 的一个决议。学者嘛指出，台湾一般主体电价佮雅士费占家庭所得比例是1.2%，比韩国的2.8%佮日本的4.3%佮较低，偏低电价对节能科技佮能源服务业的发展无好，无法让消费者或者是厂商感受到真实的发电成本。那其实也不利于能源服务业、节能科技业的等等的发展。其实整体来说是阻碍台湾迈向净零转型。朱福人明认为，调整电价了后，要更加注重配套措施，补贴弱势家庭。同时，立法院应该把重点放好掉，全力协助节电，加速智慧电表的装设，一直来冻结起价，恐惊是全民拢输的做法。记者林前伟、夏基文台北报道。